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成語是咁來，我係 Restart。今日要講嘅成語呢，就係隨風就圓。呢個成語呢，好有禪意㗎，亦都係充滿處世嘅智慧。而佢嘅典故主要係出自禪宗語錄。喺宋代，禪宗楊岐派嘅始祖楊岐方會禪師，佢喺語錄入面講過一句咁樣嘅說話：楊岐一言，隨風就圓，若也而異，十萬八千。意思就係話佛法係應該因應時機而生嘅，就好似水咁，倒落個方嘅容器度，佢咪變方咯；倒落個圓嘅容器度，佢咪就係圓咯。如果你仲停留喺文字表面去轉牛角尖，即係佢嗰句當中嘅而意啊，咁就係講緊轉牛角尖呢一樣嘢。咁你就離呢個真理咧十萬八千里咁遠啦。而呢一句嘢係想講啲乜呢？禪師就係想教我哋修行人喺世間處事嘅時候，應該要好似水咁樣，保持靈活隨和嘅態度。嚟到今日，隨風就圓就引申為我哋做人嘅態度啦，處事要順應環境啦，隨機應變啦。咁啊，即係我哋香港人啊嘅所謂嘅即係識得變通啊，識得轉駁嗰個意思。對人就要圓融隨和，唔好太固執啦。簡單啲講咧，就係大家成日講嘅 be water。咁啊，唔好咁死板啦，而係根據唔同嘅情況去調整自己，務求令到件事咧係用一個最合適、最圓滿嘅方法咧去處理佢嘅。咁啊，俾個例句大家參考下啦。啊，你個人都幾隨風就圓喎，去到邊度咧，新環境咧都可以適應得咁快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都想好似水咁靈活咧，記得咧要好似呢句成語咁樣啦，學識隨風就圓。喜歡成語是咁來嘅朋友，歡迎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 comment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